台灣花草市場的主力之一，玫瑰代表愛情。除了情人節之外，每一年3月到4月，台北玫瑰展覽會嘛是焦點。但是受到氣候變遷、甲勞動力斷層的影響，傳統的觀賞玫瑰的市場正快速的萎縮。華視的記者佇土耳其伊斯帕塔記錄到世界上重要的玫瑰的產地。因為落雨無正常，造成產量大幅減少。台灣因為人力欠缺、氣候變遷，所以最近10年來，玫瑰的交易量下降，繼續嘛一直衝起嚟，產業的結構甲發展嘛正在改變。土耳其的人反轉着產業的命運，甲玫瑰煉做高級的精油，主攻頂級的香薰甲美妝市場。伫咧台灣，南投的花農甲市場倒台的玫瑰摕來運用，連續2年摕到國際高獎比賽的金獎。咱繼續來看全球玫瑰的生存保衛戰。台灣玫瑰成本的提高了，工資提高，老的人都一直退化下去，好像青黃不接了。我們就拿來做成加工，比如說乾燥的啊，或者是做成果醬啊，用途是非常多元。觀賞用的玫瑰瓶頸應該是氣候的因素會佔最多，人力斷層已經斷很久了，我們等於是創新的一個新的產業。帶落水的大馬士革玫瑰是全球香薰產業的重要命脈。幾代花農攏挖靠這一座玫瑰山國生存。在土耳其西南方的伊斯帕塔是種植玫瑰的重鎮，每年呢5、6月是玫瑰的產季，早上5點就會開始人工採收。Biz çocukluğumuzdan beri gülcülüğün içindeyiz ama fiilen 6-7 yıldır ben gülcülük yapıyorum. Buraları diktim. Bir emekliye hazırlık için diktim. 超過200年來，培育玫瑰山國所面對氣候變遷，和伊斯帕塔的玫瑰產業變加真脆弱。Mevsimlerdeki değişme nedeniyle biraz uzadı. Daha önce bu tarihlerde hasadın sonuna gelmiş, hatta bitirmiş olacaktık ama aşırı yağış nedeniyle mevsim şartları nedeniyle don oldu. İlk gelen gül tomurcuklarını soğuk don vurdu. Onlar döküldükten sonra yenileri geldi. Onları topluyoruz şimdi. Tabii verimde yaklaşık %40 ila 45 arasında düşüş var. Geçtiğimiz yıllara göre buna yapacak bir şey yok. 這玫瑰愛挖靠特定的濕度和溫度，極端天氣可能讓產量變少，嘛改變真油的化學成分。土耳其歷經2023年無正常落雨，2024年春季平均氣溫升懸，玫瑰採收期比英國提早1個月到4月下旬。2025年甚至出現攝氏50度的極端高溫，加快繼續和供應鏈的不確定性。Aslında yağmur gül sezonu için çok verimli bir iklim şartıdır. Fakat bu sene yağmurların çok sık ve güneş açmasına izin vermediği için verim birazcık düştü. Dolayısıyla gülün açmasını, gülün hasatını biraz erteledi. Bundan dolayı bu sene %25 bir düşüş bekliyoruz gülde. Yağmurun fazlasına zarar ama yağmur gül içinde olmazsa olmaz bir iklimdir. 土耳其玫瑰合作社聯盟注重玫瑰產業的多元化發展。當年和花農合作的土耳其美妝品牌，將農產品變做更加高經濟價值的美妝和香薰產品。Türkiye'de gülcülük 1800'lü yıllarda Isparta bölgesinde başlamıştır. Uzun yıllardır baktığımızda da dünyanın %60 ihtiyacı Türkiye'de Isparta tarafından karşılanmaktadır. Gülbirlik ise 1954 yılında 6 birim kooperatif tarafından kurulmuş olan bir kooperatifler birliğidir. 4500 ortağından gül çiçeklerini alarak 5 ayrı yerde fabrikası var. Bu fabrikalarda gül yağı, gül suyu, gül konkreti işleyerek ihracatını yapmaktadır. Ve içindeki hava şartlarından, ikliminden, toprağından kaynaklı gül yağının kalitesi
tüm dünyada kabul edilebilir en yüksek kalitede gül yağı olarak kabul edilmektedir. O yüzden en iyi gül yağı diyebiliriz. 我们跟着玫瑰的香味来到他们的蒸餾厂，可以看到厂里面呢11个蒸餾炉，在花季的时候每天都在运作。玫瑰精油之所以会这麼珍貴，就因為1年的產量只有500公斤。 Arkada görmüş olduğunuz kazanlar gül kazanı. Bunlara 1,5 ton su, 500 kilogram gül çiçeği koyuyoruz ve buhar vasıtasıyla kaynamayı başlatıyoruz. Kaynayan yağlı su yoğunlaşıyor ve soğuk suyla çarpışarak görmüş olduğunuz cam hazneye yağlı su şeklinde yağ üzerine çıkıyor. Ortalama 4 ton gül çiçeğinden 1 kilogram gül yağı elde ediliyor. 产量少、介绍费、珍貴閣少的玫瑰精油，紅真做是一體黃金。根據市場研究，2005年全球玫瑰精油的市場規模達到36.7億美金，差不多117億新台幣。Esparta 等等玫瑰產區在2024年玫瑰精油產品的出口收入1億5000萬歐元，超過18億新台幣。 Bu arada gül yağı çok değerli bir ham maddemizdir. Bunun 4 tondan burada 1 kilogram gül yağı ve bugünkü fiyatı 13.000 euro civarındadır. Bu genelde gül yağımız parfüm sanayinde. Anna 原料供應無穩定，將做全球玫瑰精油市場的重大挑戰。台灣的玫瑰產業共款在氣候變遷、含人力少的問題在超薄冰。根據統計，為2011年到2026年，玫瑰的交易量明顯變少，平均計銷卻因為產量少，對了漲本價。台灣玫瑰啊，最主要是因為成本的提高了，工資提高，然後老的人呢都已經退化下去，所以說承接上啊就是比較困難，好像青黃不接了。所以說第一個就是產量變少了，然後第二個就是那個品種啊有新的出來，但是呢數量不多，以至於造成啊產量減少，價格就一直上揚，低溫。 乾燥對花玫瑰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是台灣呢濕氣重，以至於玫瑰就容易有水傷的情形出現，所以說常常就是品質上就很難去掌控。我覺得少了最起碼快3-4成了，有那麼多真的。春天的話應該是來將近可能一天大概來700-800件啊這樣子，可是現在大概300-400件。 減少非常多。依照玫瑰行情分析，2005年11月因為高海拔產區產量變少，平地產區因為氣候因素，整體供貨量差不多57000倍，比較10月減少13%。不過有寄出辦送的需求支撐，計銷起12%，一筆平均計銷214塊。 按那2026年1月，本地產地受到錫林山鬼納坡冷氣團的影響，產量大變少，總交貨量剩僅43000倍，比頂個月減26%，平均計銷是起到243塊一倍。當台灣的玫瑰變甲真貴個歹買，在南投埔里經營是用玫瑰園的一對紅阿母，選擇開一條跟人無同款的路。 其實你可以聞聞看，它這個香味跟這個會有點不一樣。但是它很清甜的味道，就是那種果香的味道，對，不是那種很豔的花香。對對對。但是這個就是剛可能有講過，就是像這個比較不適合觀賞嘛，它花瓣的部分比較沒那麼漂亮。但是以我們來講，做加工其實沒有什麼差別，它一樣都可以使用。像這種很漂亮的花，對我們來講就是非常的好。 白色偏價個頭日頭光，園主將蘇講溫柔版玫瑰，就強調寶島的理念，因將玫瑰花看水的視覺饗宴，轉做飲食的味覺探索。我們就拿來做成加工，比如說乾燥的啦，或者是做成果醬啊，我們或者是拿來做萃取做純露，這都可以。哦，用途是非常多元的，不會說局限。以前的話，
把玫瑰花當成觀賞花，就是你只能平插放在家裡。為着找出上適合食的品種，因為300-400種玫瑰品種真足精選，想要到口感上好的是3種無名玫瑰。當初並沒有命名品種，因為它不適合觀賞的市場。剛剛講的花太多，然後枝條太短，最主要是花期它只有差不多3到5天的壽命，它沒有辦法當做市場販售的花。但是因為它當初被淘汰的時候，獨特的香味在，我們把它留下來以後，發現它拿來做加工的話是非常適合的，非常好吃。因為大部分的玫瑰花都是偏苦偏澀，甚至酸跟辣都有，這個反而它只有香香脆脆甜甜的味道，苦澀味非常的低，对，所以拿來做加工非常適合。把那個玫瑰花剪碎，用剪的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因為它不產生高溫嘛，然後它的大小它可以由我們自己去控制，而且它煮出来的時候，它那個花瓣其實是好吃的，它的那個脆度都還會保留住。你看粉色的馬上都不見了，最主要我們就是利用檸檬汁去把它的顏色保留住，所以我們做出來的果醬會是原來那個很漂亮的紅色。第一次失敗的時候，一次就是丟了快50公斤的玫瑰花。試食真種配方製作手工果子醬，經小連續6年得到國際果子醬比賽金獎。想到當初時為了拍破玫瑰有毒的刻板印象，用盡苦心。最早的時候在那個路邊的時候，我們有去擺過，結果我們去擺了3天。沒有賣到東西，我老婆就遇到一個客人，他就跟他講說：“你們很惡毒，玫瑰花有毒，你可以拿出來賣。”我說：“傻眼！”我說：“我們賣的玫瑰花是完全不用農藥。”他們那時候是不相信的。因為堅持，因在台灣玫瑰產業不斷找出新的可能性。其實應該說是一個產業的先驅耶，因為它不算是轉型，因為它前面沒有案例可循嘛，所以我們等於是創新的一個新的產業。當初都是觀賞玫瑰為主，會想做實用。其實我們那時候想得很天真，說我們開了一個以花為主的餐廳，哇，那客人應該會爆滿，有沒有？就沒想到，就是種花是最困難的，對。因的創新並不是行甲真順，不過算是台灣玫瑰產業的上尾希望，背後反映出經濟和農業的現實課題。觀賞用的玫瑰的話，在目前遇到的瓶頸應該是再來就是氣候的因素會佔最多，光人力都是一個要用心去克服的一件事情了。因為現在年輕人基本上他不會來務農，人力斷層已經斷很久的時候，好不容易拉我兒子回來了。像我們有認識很多種那個觀賞的那個花農，他們其實都在面臨一個轉型的問題。然後比較最聰明的轉型是他們就是跟種那個專利型的玫瑰，就專門賣給那個就是有專利權的那個老闆，就不用去跟市场做競爭。那就是他們另外一個轉型的模式。再來是氣候，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去我們人為控制的嘛，所以面積會越來越少是一定的。與其說比較好是控制變異，是說我們後續可以做的變化更多。台灣人說實在是一個非常愛美食的一個民族，所以你只要做得出來好吃的，基本上它都不會說沒有銷路了。以前的經濟會比較好，然後到現在的話，現在其實講白點，送個999朵就已經很強了。這個是真的是非常，這對我們來講就是經濟的關係，其實會差蠻多。而且現在有意願要種玫瑰花的人可能會越來越少，因為剛講了景氣的關係，這會影響到收入。你要照顧到一大片的話，你又要使用農藥，然後要用很多的人力，其實這樣對他們來講，其實會非常的經營非常困难啊。以現在的氣候來講，越來越熱，其實花會越來越不好種。解決種花看天食飯的困境，是用玫瑰產業的做事人期待用創意開創新局。以觀賞來講的話，只剩下差不多5成左右吧，其實是落差蠻大的。然後你說食用玫瑰的部分是現在慢慢的會越來越多人在種，2位數的那個農家在做了吧，蠻樂觀，因為市場它有一定的需求。這個花是比較不會有市場波動，所以我們的收入價格它其實都是持平的，
但是也有個缺點嘛，就是它不能賣非常高價，因為觀賞花，我們來講就是說，你看男生願意花100朵的玫瑰花的錢去送給女朋友，但是他不可能拿100朵可以吃的花拿去給她吃嘛。當當玫瑰袂閣再是對佔花卉花蕊，伊將為農業起行影響多元領域，佇環境變遷壓力和經濟結構改變勢勢，這一場澎湃革命，讓玫瑰繼續澎透天。